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用呢4個顏色4股牛奶麵勾個祖母方格嘅手環袋仔，要俾大家裝利是嘅，所以個顏色係紅色為主嘅。我哋用4.0mm 勾針，嗱，俾大家睇下點勾。第一行係圓形起針，12個長針。第二行係一個爆米花針，2個鎖針為一組，就勾12組。跟住第三行喺空檔入邊就勾組形針，3針未完成嘅長針就勾2次。咁啊，第三個就到轉彎位，就一個組形針，3鎖針，再一個組形針喺同一個位置喎，咁就係勾4組。第四針就喺空檔入邊勾3個長針，咁就成3次。咁到轉彎位啦，就3個長針，3個鎖針，再3個長針。轉彎位係同一個位置嚇，咁就為之一組，要4組。第5行全行都勾長針，咁就為之一塊祖母方格。我哋要5塊。開始啦！我哋圓形起針先，咁樣再翹多下線，鎖2針。呢個起針位置嚟嘅，跟住再勾12個長針。咁樣就有一個長針，2個圈，再勾2個圈，翹一下線。咁有3個圈，勾2個圈，再勾2個圈，就有一個長針。12針勾完，收緊線圈，收到咁好啦，唔好收得太緊。喺第一個長針上邊引拔，我哋要換線。跟住用黃色，跟住勾爆米花針，其實喺邊行都冇所謂，因為佢都係12針，都係勾12個爆米花針，鎖一針先，固定咗個位置先。勾3針先，呢3針當一長針啦，跟住勾多4個長針，
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，咁樣拉咗條線出嚟。咁計埋第一個3個鎖針，就總共5個長針啊！咁樣勾出，記得鎖返2針，就喺每一個位置都勾一個爆米花針，一個長針，順便將啲線收埋佢啦，可以就2個長針，3個長針，4個長針，5個長針，將個冷針勾出嚟，穿返第一個長針上邊，跟住勾返呢個，甩咗，拉緊少少，勾2個鎖針，好啦，再勾，每一個都要勾啊，勾返12個爆米花針。好啦，我哋勾埋呢12個爆米花針先。1、2，第12個爆米花，勾埋呢個就勾完，鎖2針，喺邊度引拔？喺第一個爆米花上邊，咁樣引拔，跟住我勾多2個引拔針。因為我而家要剪，又要轉線啦。將條線收埋喺入邊。咁呢，而家要 mark 4個角啊，因為係正方形噶嘛，呢個總冇方格。畫咗第一個先，跟住隔2個，第3個又mark 1個，隔2個，第3個，跟住又隔2個，第3個，跟住又隔2個，又有幾好扣，就係咁樣。頭先我就係話第一個圈唔好拉咁緊咯，拉得太緊呢個爆米花針呢黐埋一堆唔靚嘅。而家就用綠色線勾樹葉啊！我中意喺轉彎嘅第2個，係啦，咁樣。我唔中意喺轉彎位起針。呢個係勾長針嘅造型針嚇，勾一個鎖針，2個鎖針，3個鎖針。而家勾長針，翹2下線，翹勾2個針，再勾2個針。咁而家有2條針，而家又再勾第3個未完成嘅。
長長針，一個、兩個，有3個線，一次過勾出，記得鎖2針。喺每一個洞入邊都係咁樣勾，除咗轉彎位下，轉彎位係陣間話俾大家聽，翹少咗下線，1、2。未完成嘅長針，唔係未完成嘅長長針，勾3個嘅。而家第2個、第3個，4個線圈，一次過勾出，跟住鎖2針。嗱，有記號扣個位置，即係轉彎呢，1個圈、2個圈，都係勾長長針。未完成嘅長長針，一針、2針、3針，再勾多個啊！1、2、4個線圈，一次過勾出。呢個因為係轉彎位，所以係勾3針，1、2、3，再喺同一個位置勾多一個爆米花針，同呢個一樣嘅。3個未完成嘅長針，一針、2針、3針，一次過勾出，鎖2針。嗱，咁樣為之一組。我哋勾埋嗰3組先。嗱，我哋順便將條線收埋佢。咁樣3針未完成嘅，一次過勾出，勾2個線圈，淨係轉彎位先勾3個下，記住。我哋勾埋其餘嘅先啦，好唔好啊？翹少咗次線啦又。一次過勾出，鎖2針，好就係咁樣。我哋勾到尾先，勾到最尾呢個轉角位啦。1個未完成嘅長針，2個、3個，一次過勾出。呢度係轉彎位，所以勾3個鎖針，就係同一個位置。勾住佢，吉住咗條欄啊！頭先，就喺同一個位置勾多3針，因為呢個係轉彎位嚟嘅嘛，係咪？好，一次過勾出，呢度鎖2針啫。喺邊度印筆？第一個組形針上面印筆，
我勾多2個引拔針先，又要換線，今次換紅色線啦，將佢收在後邊。嗱，4個角嘅，而家用紅色喺呢度起針。我唔鍾意喺轉彎位起針，我鍾意喺轉彎位隔離嗰度起針。3鎖針可以作一長針過下，因為呢度係勾3個長針嘅，咁即係而家勾多2個就得啦。就係咁樣，喺呢個同呢個位都係勾3個長針。勾3個位，3個長針。而家去做轉彎位喎，轉彎位又要用長針噶咯喎。1、2、3個長針。3鎖針，因為佢係轉彎啊。再喺同一個位置勾多3個長針。嗱，咁樣為之一組。呢度開始第2組咯，1個、2個、3個位置勾長針，3個長針嘅。好，我哋勾埋呢行先啦。勾完啦，跟住喺邊度引拔？第3個鎖針上邊引拔。好啦，要輕輕掹咁樣。咁咪變咗4個角咯，勾多一行，全部都係短針鎖針先。記住呢個鎖針位置係呢度係第1針，跟住第2針就係呢針。第3針一針一針咁對應返，轉角位都係3針咯。到轉角位啦，1、2、3，係啦，咁啊照積啦。好啦，我哋勾埋呢行先。呢行短針又勾完啦，喺第1行個鎖針上邊引拔。
如果覺得有少少緊嘅，就輕輕掹下佢咯。收翻條線喺向入邊先。嗱，呢個咁嘅祖母方格要5塊，我哋勾埋5塊先。呢啲線頭咧，收埋佢咪得啦。同埋咧，都唔好剪到咁掹。我哋勾咗5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咁我哋將佢咁樣黐埋，黐一個正方形，有一塊做底嘅，咁樣黐住佢。我哋開始縫啦。今日咁樣縫法啦。中間個針半根線，勾咗半根線出嚟，即係好似勾引拔針咁樣。又勾半根線，勾咗出嚟就好似勾引拔針咁樣。呢個又係勾半根線，或者你可以用返以前舊式嘅縫法都得嘅，其實冇乜問題嘅，問題不大。
最尾記得鎖一針。嗱，咁樣縫我覺得靚啲，可以嘅咪咁樣縫咯。唔 OK 嘅咪用翻以前方法都得嘅。好啦，我哋縫過第二塊啦，我哋咁樣4塊縫好佢。而家就要縫埋呢度，咁就完成啦。咁跟住就到個底部咯。